立法院议会将处理国民党团提案的反废死甲反戒严两项公投，调阅立委相机霸占主席台，落尾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利用人数优势，联手表决通过这两项公投案，直接送去治讨，搁再引起热烈冲突。国民党立院党团提案反废死、反戒严公投，不过连续几日天，立法院会因为新党游地兵的争议，引起立院的不满，抵制议事。25暗时国民党团以人数优势，甲提案硬结付治讨。院长韩国瑜猜示，未来这两个公投案拢要交付党团协商。不过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这项突袭批评会议无效。韩国瑜在耍诈嘛，说来协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黄国昌已经来了，我掉头就走，走了果然黄国昌六领孙出现了。我说黄国昌，你动作打个不利的，你弄哪让立法议事规则，总执行的时候可以延长开会时间，但是也要征求同意啊。这个时候的立法是什么？违法乱纪，死刑本来就是已经合宪性了，已经枪决了，要反戒严，台湾怎么可能戒严？针对这个结果，民进党表示未背书嘛未承认。郭建明阁预告会提出释宪，要让大法官了解会议的过程甲争议。因若国民党毋若质疑民进党想要阻挡公投案进入民主的程序，阁批评郭建明野官的乌白讲害人着伤。在总统泰来之前，柯建明已经来跟我们做这个政党协商。按照议事规则第22条，今天的会议自动延长到质询结束，最晚可以到午夜12点。柯建明直接跟大家讲，我就是要走。他的瘫痪瘫一半，他可能没办法跟支持者、跟赖清德交代。昨天就大暴走，拿着拐杖到处敲，到处恐吓，然后呢，还拿拐杖在打的过程当中，拐杖飞起来打中了徐巧芯。国民党批评着赢，议事空胖是因家己做得来的，执政党煞家己在乱。因若民进党团毋若去院长室要找韩国瑜理论，我讲要走伫个议场的门口，一直到2拜5议会迄一天表达不满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